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8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历代志下34章22节到33节，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的传承。说嘛是信仰的传承，或者是说信心的遗产。在教会的发展当中，牧师时常要提醒一件事情，那就是教会发展的基本盘如何去维持。那简单的说，就是家庭的信仰教育跟信仰的传承。因为许多人的家里面信仰教育都没有做得很好，因此家中的第2代就不再参加礼拜，甚至离开教会，离开信仰。过去曾经听说有一些较老的教会基督徒，他们不让自己的女儿接受洗礼。他们所说的原因呢，说如果洗了礼，将来就很难嫁人，因为终究在台湾基督徒的比例还是低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为了女孩子的将来可能的婚姻，他们预备好了，不让他们接受洗礼，将来他们的信仰如何就随便他们了。历代志下卷34章22节到33节提到了女先知户勒大对犹大王的一个提醒。于是希勒家和其他几个奉王的命令去求问一个女人，名叫户勒大的女先知。女先知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区，她的丈夫沙龙是特瓦的儿子，哈尔哈斯的孙子，担任主管圣殿礼服的职务。他们向他诉说所发生的事，他要他们回去见王，把上主的话转告王，说我要照着王所听到那书上所写的咒诅的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他们离弃了我，向别的神明烧香，以他们所造的偶像激怒我，所以我要向耶路撒冷发怒，不会止息。至于王本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对他说：你听到书上所写的，你在我面前谦卑悔改了。你听到我警告要惩罚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你撕裂了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听了你的祷告，在你死以前不惩罚耶路撒冷，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离世。这些人就把信息带回去给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一起到圣殿去，还有祭司、利未人和所有其他的人民，无论贫富，都到了圣殿。王在他们面前高声宣读那在圣殿里发现的约书。王在大柱旁边向上主立约，要听从他，一心一意遵守他的法律诫命，并实行约书上所规定的命令。他使便雅悯人和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答应遵守这约。于是耶路撒冷居民遵守他们跟他们祖先的上帝所立的约。约西亚王把境内所有可憎的偶像都拆毁，要以色列人侍奉上主。在他活着的年日，他们忠心地跟随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我们今天要再从希伯来书看到信心的功课，提到了信心的传承，这就是信仰的遗产。基督徒应当要重视信仰的传承，不可以像祭司以利还有撒母耳他们的孩子一样，在信仰教育传承上面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28节这样的提到，由于信心，亚伯拉罕在上帝考验他的时候，把儿子以撒献上，当作祭物。亚伯拉罕乃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可是他情愿把自己的独子作为祭物献上。上帝曾对他说，你要从以撒得到我所应许的子孙。他认为上帝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确曾经把以撒从死里领了回来。由于信心，以撒为了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由于信心，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分别为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他扶着自己的拐杖敬拜上帝。由于信心，约瑟在临终的时候提起以色列族将来要离开埃及的事，并对自己的遗体埋葬有所嘱托。由于信心，摩西出生之后，他的父母看见婴儿俊美，把他隐藏了3个月。他们不怕王的命令。由于信心，摩西长大之后，拒绝了被称为埃及公主的儿子。他宁愿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不愿在罪恶中享受片刻的欢乐。在他的眼中，为弥赛亚受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为可贵，因为他盼望着将来的奖赏。由于信心，摩西离开的埃及，不怕王的震怒，因为他似乎看见了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坚忍到底，不肯回去。由于信心，他设立逾越节，并吩咐将血洒在门上，使那执行毁灭的天使不至于杀了以色列人的长子。诗篇89篇第1节到18节。上主啊，我永远要歌颂你的慈爱，我代代要传扬你的信实。我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如天永固。你说，我曾和所拣选的人立了约，我曾应许我的仆人大卫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永远作王，我要巩固你的王位直到万代。上主啊，诸天要歌颂你奇妙的作为，圣者在天庭要颂赞你的信实。上主啊，天上没有谁能比得上你，没有其他的神能够跟你并列。你在圣者的聚会中受尊崇，他们环绕在你的周围，都敬畏你。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你的大能谁能相比？上主啊，你在一切的事上都信实，你管辖大海，你平静怒涛，地也属于你。你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物，从南极到北极都是你造的。塔伯山、黑门岭都向你欢呼高唱。你的膀臂多么有力，你的力量多么强大。你的国是以正义公道为根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信实慈爱。用诗歌敬拜你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生活在你慈爱的亮光中，因着你，他们整天欢乐，他们颂赞你的良善。你荣耀的大能使我们强壮，你恩典使我们得以高唱凯歌。因为你上主是我们的保护者，你以色列的圣者是我们的君王。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看重下一代的信仰教育，如同箴言22章第6节的教导，让孩子们能够受教育到老也不偏移。这是基督徒的祝福，也是呼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